各位網上嘅朋友，你哋好，又係 Jack 哥呢，同大家分享人生嘅有趣嘅資訊啦。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喎。真正嘅重點呢，唔係話因為有蝴蝶嚟啦，花先至盛放美麗，香香噴噴喎，而係不管蝴蝶嚟唔嚟啦，花都會為自己開放嘅喎。John Davidson 呢，係生於1939年7月，係美國嘅實業家、慈善家，亦都係一名嘅學者。因為革新咗啦石油嘅工業呢，塑造咗慈善事業，並且呢現代化咗結構而聞名嘅，好開名嘅。咁佢曾經啦就寫一封信俾自己個仔，就咁講啦：如果你喜歡一個女仔呢，但係呢個女仔又唔喜歡你，咁嗰陣時你點算呢？咁佢就話啦：你要努力提升自己嘅才華，讓到自己變得更加優秀。或許啦，有一日呢個女仔會被你打動呢。咁如果啦呢個女仔依然對你唔動心，咁點算呢？唔使擔心，因為呢個時候啦，嗰陣時嘅你已經變得更加優秀啦，就會吸引更多嘅女仔呢被你吸引住啦。你引咗佢哋過嚟啦，咁你就唔係話淨呢個女仔咁簡單啦，係咪先？呢個就係孤獨嘅力量。一個能夠呢泰然處之孤獨嘅人呢，內心有方向嘅，知道自己應該做啲乜嘢嘅，唔會輕易受到外界嘅影響。唔係話外界嘅人叫你做乜你就做乜，佢話你乜你就覺得係乜，唔係嘅。有自己嘅孤獨嘅力量啊嘛吓。當你能夠啦真正喺意義上呢接受並且享受呢個孤獨嗰陣時呢，你就會唔會對外界呢保留太多不切實際嘅期待。你嘅內心亦都會變得更加清明呢，更加自在啦。孤獨呢係人生嘅主旋律嚟嘅。當你真正呢揾到自己嘅熱愛嘅事物，揾到自己呢心愛嘅人，真愛啦，堅持自己嘅志向，珍惜，咁你就能夠呢活得通透啦，唔會再好攰咁樣成日呢諗住迎合別人大眾點講你就咁樣做，唔得嘅，而係專注呢自己嘅成長，同埋呢盛放自己嘅香味，好似呢鮮花一樣，好香，哇，咁咪正咯。所以話看重自己，善待他人，幸運就自然降臨啦。有一名呢，即係姓陳嘅的士司機，咁每一次啦，當嗰啲預約嘅客人呢上車嗰陣時呢，佢都會先準備好呢有礦泉水啦、喉糖啦等嘅嘢，亦都會先將個車呢打掃得乾淨，布置得呢十分之即係舒服嘅感覺啦，仲放有啲嘅鮮花喺度。哇，咁正嘅預約的士司機都幾難得喎。係做好自己本分啊。而乘客一上車嗰陣時啦，除咗呢佢先問候之外啦，亦都會再問。佢咁講，呢位嘅客人你想聽啲乜嘢嘅音樂呢？古典音樂、流行音樂定係想安靜休息，唔想講嘢呢？等等。咁呢位嘅的士司機呢，着得都幾時正喎，乾淨，俾人一種呢好舒服、好專業嘅感覺，而且值得信任嗰種嘅感覺。而喺乘客呢，即係需要落車嗰陣時啦，佢亦都會好快咁跑咗去後面嗰個車門嗰度做咩呢？幫嗰啲乘客開門，或者幫嗰啲乘客呢將嗰啲行李攞出嚟嘅。哇，咁幾正啊！咁呢個的士司機呢，靠住呢一種用心嘅細節力嘅，以及呢溫馨周到嘅小動作啦，令到佢擁有呢30%嘅客人，亦都帶住呢份70%嘅新客人啦。哇，犀利啦！咁同時呢位嘅的士司機嘅專業用心呢，感動咗人嘅服務呢，亦都為佢自己帶來呢，哇，一個月呢
10幾20萬嗰種嘅收入，哇！有冇咁多錢啊？喂，大佬，佢做嗰啲客人個質素高啊嘛，有錢少少咁，可能仲有啲貼士俾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喎，所以做人呢，嗰種嘅細節力好犀利喎。有冇啲咁犀利嘅人呢？都有噶。例如喺個戀愛關係入邊呢，相戀入邊呢，或者夫妻關係入邊呢，有啲嘅人係好細心嘅。例如去旅行啦等等，佢會將個酒店呢打理得好正喎。佢預先就去咗酒店嗰度準備一切啦。佢亦都為你可能買橙啦、買香蕉啦，仲要放埋一啲嘅紙啦。而嗰個廁所呢，佢亦都搞得妥妥貼貼喎，有剃鬚刨啦，等等等等嘅嘢。為你用心用力，事先準備好啦。咦，奇怪喎，卓哥，咁係咪一齊旅行呢？佢點解可以預先去咗酒店呢？就係因為人哋用心啦嘛，係用自己嘅思想早前呢預備好多嘅嘢啦。真係用心啦，所以可以感動佢嘅愛人啊！哇，犀利！哇，卓哥有冇啲咁正咁筍嘅人啊？好少喎，應該。咁唔知網上嘅朋友，你會唔會咁做得到呢？係咪？咁的確啦。看重自己，善待他人啦，體貼別人或者體貼顧客啦，就係幫別人加水啦。我哋亦都會增加咧好多無限嘅快樂噶。所以話啦，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喺大環境咧雖然不景氣啦，但係我哋要一直喺度唔開心，喺度抱怨，喺度咒罵，你覺得得唔得咧？梗係唔得啦，點得啫？咁要點啊？咪就先改變自己嘅心境啦，用積極、真誠、超值、有效率、真心真意去感動他人啦，先至能夠讓自己脫離困境，步入順境噶嘛？你哋認唔認為呢？有一名呢都好叻、好優秀嘅女士，佢叫做奧普拉啦，生於1954年嘅1月啦。佢喺美國密西西比州呢出世嘅，係一名呢好優秀、好有口才嘅主持人，亦都係製作人、投資家、慈善家，兼夾做埋演員添。佢嘅影響力呢，影響到好多好多嘅人。佢亦都聰明啦，亦都唔怕孤獨㗎。佢曾經講過，所有那些呢獨處嘅時光啊，決定咗我哋成為點樣樣嘅人。咁的而且確係嘅，你哋贊唔贊成呢？當我哋喺嗰一啲呢獨處嘅時光入邊呢，逐漸就意識到啦，自己想要成為一個乜嘢樣嘅人呢？想要過上乜嘢樣嘅人生嘅時候噶，咁嗰陣時呢，你就會心甘情願呢做出行動同埋改變，亦都會更加勇敢呢同埋坦然咁樣走好當下嘅每一日啦。呢一樣嘅你呢，先至能夠喺孤獨嘅歲月入邊揾到前行嘅動力，同埋源源不斷嘅即係嗰個力量噶。有句說話就咁講，平庸嘅人呢，用熱鬧填補空虛；優秀嘅人呢，喺孤獨入邊成就自我。孤獨嘅人力量係無盡無窮噶，只要你願意相信啦，呢啲一樣嘅孤獨能夠產生能量俾到你嘅話，然後就助力你嘅深度嘅思考，勇敢咁前行啦，唔好怕自己喺孤獨當中呢迷失咗自我，又要更加堅定咁樣信任喺呢個獨處呢嘅歲月當中呢，你係成全自我啦。所以有啲朋友仔呢，可能獨處咗一段嘅時間，一個人其實正㗎，提升咗自己啦，可能係預備呢將來有一個更好嘅人出現喺你嘅身邊，一個更加咧愛你嘅人出現喺你嘅身邊，咁咪可以兩個一齊啦。當時因為你已經係做咗一個呢可以孤獨，而家呢就係一個呢好成熟、好優秀嘅人啊嘛。即係因為呢，每當你更加專注啦，亦都更加用心咁提升自己嗰陣時啦，其實就係為咗自己嘅人生呢，創造咗更大嘅條件同埋機會。當你嗰份嘅天真開始呢開悟嗰陣時呢，覺醒嗰陣時呢，反而就越來越喜歡呢喺呢一個人生入邊呢
活得更加開心。你今日係一個孤獨嘅人，你離開呢一個咁嘅他人啊，即係其他嘅人群，因為有時啲人群呢，就可能會話：喂，你要點？你要咁？喂，你冇理由生活喺一班嘅冇質素嘅人嘅心目中嘅啫。活得要開心，做翻自己，不斷提升自己，總有一日呢，你就係成為一個呢絕對優秀嘅人啦。做好自己，人哋嗰啲冇質素嘅人點講你唔使理嘅。即使好似一隻嘅天鵝活喺一班嘅鴨仔入邊，唔好因為啲鴨仔話你點解條頸咁長啊？點解你白雪雪嘅啫？因為你根本就唔係應該生活咗喺呢一個鴨仔群入邊嘅嘛。咁咪做好自己本分，要有信心，等等等等。明唔明白呢？好啦，雀哥就同大家分享到而家為止啦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資訊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